黑客凑顾抗桑，大家好，欢迎来自在学藏文，我们一起学习藏文吧。那今天这个单元呢是天天学藏文，我们每天都可以一起学习10个单字，然后更了解就是单字里面的意思。那第一个主题是康坝，康坝，康坝就是房子，所以要学习的是房的应用。那第一个单字是谑康，谑康，谑呢本身是睡觉的卡记动词，所以谑康就是寝室、宿舍一个睡觉的空间。谑康，谑康。再来第二个单字醒康，醒康，醒康呢是卧室的意思。那醒跟谑的差别就是醒是写煞，写煞就是禁语的意思，但它也是睡觉，所以睡觉的一个地方，卧室，醒康，醒康。再来第三个单字井康，井康，教室。井呢本身在名词与名词上面是字句、收据，那在卡记上面是直持、手拿的那种意思，所以手拿很多东西的一个空间就是教室，井康，井康。再来第4个单字堵康，堵康，堵呢本身是聚集的卡记，那类似的像抽康、冲都康都是大店的意思，就是聚集很多人的空间，就是堵康，堵康。再来第5个单字撒康，撒康就是餐厅、饭堂的意思，因为撒本身就是吃的卡记，所以吃东西的一个空间，餐厅，撒康，撒康。再来第6个单字区康，区康，去呢本身是洗沐浴的姑气，就是命令词，所以洗澡的一个空间，浴室，区康，区康。再来第7个单字菌康，菌康，客房、旅馆。菌呢本身是像菌包，像这是一个客人的名词，所以旅人住的一个空间就是客房、旅馆，菌康，菌康。再来第8个单字葱康，葱康，商店。葱呢本身像葱夹，就是卖的卡记，那卖东西的空间就是商店，葱康，葱康。再来第9个单字ngân康，ngân康就是银行的意思，因为ngân本身就是银制品、钱的名词，所以ngân康，ngân康就是银行的意思。再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字 man康， man康，医院。man 呢本身就是药的名词，那像 man 爸就是医生，所以有药、有医生的一个空间就是 man康， man康，医院。那我们今天已经学习了10个单字，非常学习大家一起加油吧。